并无敲门之声，会不会是那小二在胡说八道？有人在这里用过阴体。走。拍门声。开！血流成河，被灭门了。发青，眼人变色，脖颈上还有红色的裂纹。这里的人死前都被人制成了傀儡。尸体发青，眼人变色，脖颈上还有红色的裂纹。这里的人死前都被人制成了傀儡。究竟是谁痛下杀手？来啦！薛洋，今天不能再让你逃了。小星辰，你还真是锲而不舍，追了我这么久，还是被你找到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滥杀无辜？哼！10几天了，玩都玩腻了，今天终于热闹了。薛洋，自你下岐山以来，残害宗门无数，我追踪你半个月有余，都被你设计逃掉，如今更是虐杀常氏几10条人命。今天定要你认罪服诛。仙友，这认罪嘛，我认，可是伏诛的话，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抓我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！好玩。哎，先观望。
这位仙友灵力醇厚，不知道比这个小子高多少倍。咱们先观望。蓝湛，还觉不觉得无聊？哼！怎么样啊，小朋友，好玩吗？你这个叫什么佛？这么厉害？我这个叫无衣，也叫铜袍，不过用来对付你啊，就太小题大做了。我得给他另外想个名字。那不如叫铜死吧。乾坤秀，小心！星辰，子琛，薛阳，你可认罪？认啊。原来3位都是世家子弟，难怪气度风雅，出手不凡。在下小星辰。这位是我的好友，名叫宋兰。明月清风小星辰，傲雪凌霜宋子琛，久闻雅名。然二公子过誉了，在下不敢当。今日我恰巧在附近游猎，看到星辰留的讯息，便赶了过来。两位心怀救世之念，名动天下，没想到会有幸相见。小朋友，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看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世家相互寒暄，觉得实在是虚伪的想吐而已。你这个薛阳，年纪虽轻，却劣迹斑斑，狡猾至极。近期连续几桩小仙家的灭门惨案，皆是由他一手犯下。别看他现在束手就擒，等他逮到机会，一定会想办法逃脱。我们不要被他乱了阵脚。有点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跑。交出来。叫什么？阴铁。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只是害命，并未谋财。无论是什么铁的还是什么金的，我一个字都没碰。蓝湛，你跟他啰嗦什么呀？直接上手不就好了？哎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你一个名门世家的公子哥，对我一个大男人上下其手，就不怕传出去名声不好听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仙门百家，论脸皮厚，我是第二，绝对没有人敢争第一。哼，你这个人倒挺有意思啊。哼。蓝湛，要不把你那个拿出来试试，看有没有反应？不必了，自从进了祠堂，反而再无躁动。
定有蹊跷。他能这么乖乖束手就擒，肯定对掩藏阴铁的地方胸有成竹。依你看，他会将这阴铁藏于何处？这个嘛，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薛阳，我问你，你可是温氏所派？你也太看得起我薛阳了。我只是夔州的一个小流氓，无名小卒而已。岐山温氏那种仙门大家，岂是我高攀得起的？仙门大家你高攀不起，仙门小家你倒是毫不留情，痛下毒手啊！对，我是杀了几个小仙家。不过我早跟你们说过了，这跟什么温氏没有关系，纯属我的个人恩怨。个人恩怨？那什么样的个人恩怨，让你如此狠下毒手？此处不像镇压过阴铁。魏兄，来兄将兄。聂兄，我刚刚在客栈接到梦瑶之后，就马不停蹄赶了过来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搞得这么惨？聂宗主关心各位公子安危，特派在下前来迎接。宗主接到蓝宗主的密函，还请公子前往清河一叙。兄长来信，可是云深不知处有事？应无大碍，不过还请公子随我一同前往。聂宗主在不敬事恭候。小兄，薛阳私藏阴铁一事事关重大，不知道小兄你是否放心将人交给我们，带回不敬市，交与聂宗主处置。哦，对了，这位便是聂宗主之弟。聂宗主一向颇有侠名，爱憎分明，想必定会以公理论处。那是自然。薛阳生性狡猾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多生枝节，诸位不如即刻出发。二位不和我们同去吗？我们就在此与各位告别了。两位侠士，既然共同出力抓捕薛阳，不如随我们一同前往清河。我们理应共同商讨如何处置薛阳，以及对付温氏的对策才是。阴铁一事我并不知晓，宋兄更是恰巧路过。我与宋兄为投身世家，因则清血缘传承，重志同道合，不想依附任何仙门家族。如今薛阳已经被俘，在下相信几位定会以公理论处。至于仙门大家之间的纷争，我们实在不愿涉及。正是如此。如若日后诸位需要我二人为天下略尽绵薄之力，我二人定当义不容辞。
好一个清血缘传承，重志同道合。我和蓝湛也是因为志同道合，所以才决定一起结伴业猎的，是不是啊，蓝湛？还结伴业猎，有本事你别回莲花坞！你不知二位师承何处，如何相寻？好，在下师承白雪阁，在下师承豹山散人。豹山散人。魏公子，实在抱歉，我虽师承豹山散人，但却最晚入门，因此我只知藏色散人是师父的得意门生，却从未得见。没有想到，魏公子你居然是师姐的孩子。是啊，虽然我们年纪相仿，但是算起来，你还是我的师叔呢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见师祖他老人家。师父闲云野鹤，居无定所。再说，出山的弟子不再回山，是本门惯例。不过师父若见到魏公子，心中定然欢喜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吧。小星辰，你可别忘了我呀，咱们走着瞧。好一个翩翩公子，真是灵灵不可犯，实在是气度非凡呐。好了，我们赶紧出发回清河吧。对了，梦瑶，你可要好好看好这个薛洋啊。公子放心，走吧。走吧。这些是大哥新加的护卫。自从岐山温氏派人前来传讯之后，宗主就派人加强了防守。传讯？二公子还不知道，最近温宗主派人前来传讯，说是要各大仙门世家至少要选出1位内门亲传弟子前往岐山听训，不得有误，
否则就要怎样？温氏就要派人来请。各大邪门世家，那就是说我们也在其中。他们蓝氏有听学，他们倒听训。人家蓝氏听学是各仙家子弟争着要去，他这个听训却是前来抓人，这哪是听训啊？分明就是抓人质。内门亲传弟子，哎，不是，聂氏的内门亲传弟子就我一个人呢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去问问大哥。哎，问什么？宗主。哎，不愧是赤峰尊，人如其名。关乎怀桑，最怕大哥了。怀桑，你刚要问我什么？没什么。江公子，魏公子，早听西臣说，云梦的2位公子十分的少年英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王姬，你兄长可好？劳赤峰尊挂念，兄长安好。就是他，正是。带进去。走。请。如此歹毒，这该千刀万剐。既在你身上搜不到阴铁，那就地正法便是。哎，等一下！怎么，你要为这十恶不赦之徒求情吗？聂宗主啊，现在事态未明，待到查清楚，再杀也不迟啊。前因后果不是早已清清楚楚？哎呀，大哥，聂宗主，假如我跟这岐山温氏真是一伙的，您这一刀砍下来，恐怕整个聂氏仙府就会和岳阳常氏是一个下场。温氏不仁，有违天道。我聂明觉顶天立地，对尔等暴孽之徒何惧之有？宗主莫要气恼，薛阳虽不足为患，但阴铁一事却影响着几大仙门世家的安危大局。况且，薛阳已经是宗主的瓮中之鳖，要杀要剐都是迟早的事。不如我们趁此机会问出阴铁所在。只怕现在温若寒还不知道薛阳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不如暂不声张。如若我们抢先一步问得薛阳手中的阴铁，那无疑是断岐山一臂啊！哎，这个魔妖实在不简单，一段话说的滴水不漏，果真是人情练达。可不是嘛，我大哥可是十分欣赏的。哎呀，看来金光山真是不识人才呀。孟瑶，将他押往地牢，加派人手，严加看管。是。来人，走走。各位大哥，收！
聂宗主有令，接下来几日要加派人手看守地牢。各位不妨现下随我一同押解犯人过去吧。知道了。大哥，现在可否随我一同前往？这是宗主的命令。好了好了，梦瑶，你就负责好安排客人入住，打扫卫生这些聂府琐事便好。调兵遣将这种事情，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梦瑶知道，聂府上下的兵力调遣，自然要听总领大哥您的。哼，只是地牢这件事情兹事体大，希望总领不要为难在下，否则赤峰尊怪罪下来，我也承担不起啊。那你就去找赤峰尊好了。继续。哼，区区娼妓之子，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如此看来，一共4块阴铁，现今已全部现世。严格来说，只有3块，薛阳身上那一块，还没有人见过。有谁可知道薛阳此子的来历吗？不过，他也姓薛啊。你是说，薛崇汉？薛崇汉？哎呀，一会儿与你说明。你又知道？不管薛阳怎样，现今温氏已2块阴铁在手，温朝一击出手未中，已然暴露。以温若寒这性格，绝不会就此罢手。想必和温氏有一场硬仗。其实，只要将我们手中的阴铁制成法宝，反制温氏的阴铁，嗨，这不就简单了吗？你说的轻巧。1000年前的仙山国师都无法抑制阴铁，兰家天资过人的家主兰毅亦然。身为仙门子弟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动这些邪魔歪道的脑筋。哎，那现在这枚阴铁该如何是好啊？哎，对了，温氏知道你们在不净市吗？这一路上温朝像块狗皮膏药一样跟着我们。你说我们抓了薛阳，他们知不知道啊？哎，那不净市会不会有危险啊？王姬，西琛同我来信说，是在禁书中发现了阴铁的记载。而今之计，还是由你尽早带着阴铁回到姑苏，看有无方法消弭这一大患。是。等等，总领大哥，娼妓之子。魏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我只是去打了壶酒，没想到走错路了。哎，孟副使，你怎么没去赴宴呀？啊，我奉命看管薛阳。哎，就有劳孟副使了。请。啊。
这清河的瓦片就是比姑苏的糙啊，硌得慌。天地一穹庐，以天为被，地为席。蓝湛，借你的屋顶睡一宿。魏，走了。魏无羡，这个魏无羡又跑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哦，你晚上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喝酒去了。哎，先不说了，快跟我走，外面出事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温氏的人打上门来了。啊，快走！温二公子所谓何来啊？聂宗主，仙都听闻阴铁和常氏灭门之事，甚为愤怒啊！此等大事本应交由仙都处理，怎么会让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仙门小卒随意干涉？聂宗主，今日我来就是给你传个话。顺便也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交出阴铁和犯人薛洋，我就念你是悬崖勒马，不再追究越俎代庖之过了。聂某恕难从命。聂明觉，你不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好刀法，好刀法！非常好。看来你们清河聂氏是要和姑苏蓝氏一样同流合污了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那么既然这样，今日就让我来替仙都清理门户。怀桑，我先去看看薛洋啊。哎，梦瑶，梦。杀！让七号艇的兄弟们过来帮忙！教长，你快去地牢找薛洋。我去找赤峰尊。
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薛洋杀了他。小心！住手！聂宗主，清河在岐山的脚下，而你如今在我的脚下。聂宗主，大哥，温潮，这里毕竟是清河聂氏的地界，我劝你不要太嚣张了。魏无羡呀，魏无羡，你是真爱多管闲事。你不是爱管姑苏兰氏的事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大哥温煦已经带人去了姑苏，就算他蓝忘机能侥幸回到姑苏，你觉得他能看到什么？那是一片废墟的云深不知处。蓝宗主，那3块阴铁早晚是我们温家的。小人！聂明觉，今日你帮着几个匿藏阴铁的小辈顶撞我温氏，看来是我温氏太久不示威，你们几大家族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今日我就暂且放过你，但是如果再有下次，你们清河不竟是就是下一个云深不知处。至于你们，魏无羡，我爹已经下令让各世家子弟前往岐山听训，到时候再好好陪你们玩。走。大哥，大哥，回曾带梦瑶来见我。走。宗主，请您等等，请您听我解释。你还要解释什么？我是迫不得已。你有什么迫不得已？宗主，宗主您提拔我为副将，可宗令平时就一直看不起我，时常对我百般折辱打骂，所以你就动手杀了他？不是因为这个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如我至极，我也就忍了。实在是因为他每次都抢我战功，一次就算了。就在刚才，我亲眼看见他放走了薛洋，我便上去找他理论。次次都是这样，还说我的母亲是……你撒谎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区区属实，一点功名而已，你就这么在意这点虚荣？今生能与赤峰存，梦瑶无悔。
今日你救我一命，我不动你。你走吧，无论回金氏还是去哪儿都好。总之，永远别再回来。宗主。梦瑶，感谢宗主的知遇之恩。小鸟，又是这只死鸟！哎呀，我们是不是中计了？哎，救命啊！魏兄、来兄，这么倒霉的总是我呀！小心！不可，未死。啊？你忘了你说的，看瞳孔。
你有什么好方法？出！哎，对，蓝兄，魏兄，咱们这样出去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？咱们是不是该好好商量一下对策？我们这样出去不是送死吗？魏兄，我真的想不想死？我的妻子……听我说，聂兄，我们一会儿出去了，你一定要紧跟着我，一步也不要撒手啊！千万不要撒手，明白吗？啊！站住！站住！他怎么又来了？他无知小辈，擅闯天女祠，该当何罪？魏无羡，你私自逃脱，认不认罚？江城，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蓝湛可要发飙了。江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我不能来。你这一路游山玩水，真自在。没有你耳提面命，自在倒是自在了不少。你还好意思说？留下一张字条就走得不见人影。你知道我有多……我姐姐多担心你吗？哎呀，江兄，你吓唬吓唬魏兄就算了，你干嘛连累我和忘机兄啊？我们俩这……哎，我禁言受解了？这一趟也不知道是谁连累谁。哎呀，好了，江城，是我要跟着蓝湛出来的，你要怪，也怪不了他。
我还没说完你倒为他说话。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，但这凶险程度你们也都看见了。这次要不是有温姑娘，温情也来了。糟了，这哨声停了有多久了？怕不是温姑娘遇到危险了？那她在哪儿？你们怎么会一起来呀？温姑娘，又是小鸟。哎，那温潮是不是也在附近？他到底为什么要害我们？温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江公子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救了。温姑娘，你怎么也会来这里啊？他们又来了！你们快走吧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不能走。江公子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来这里都听我的。那你带他们快走吧。温姑娘，你救不了他们的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知道怎么救？这不是武天女吸取灵石吗？还能救？温情，我不管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但是我们现在都被困在这里，想要出去，必须齐心协力。如果你知道怎样让他们恢复正常，我希望你现在就告诉我。好，我告诉你们，现在他们的操控能力不强，温潮只是借用了温若寒封印在萧鸟身上的阴铁之力来操控他们。如果你真想帮他们，就先杀了萧鸟。你早说嘛！回营，设金丝阵，护住他们。魏无羡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魏兄啊，你这个撑不了多久的，你这不是害我们吗？江城，你功夫好，保护好他们啊。要是支持不住的时候，就加强防护。这个你不是最在行了吗？你一定要保护好他们。那个枭鸟我早就想杀了，等我们回来啊！等我们啊！魏无羡，你混蛋！南战，你在哪儿？南战，南战，你在哪儿？
蓝湛，蓝湛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听，这鸟是什么投胎转世啊？比我还急。蓝湛，蓝湛，你在哪儿？完了！蓝湛不会是被小鸟给抓走了吧？我在你旁边。你倒是说个话呀！是小鸟制造的幻音招来的迷雾。没事，看我用流光咒打散他们。这幻音不仅能让人迷失方向，还能扰乱心神。我们现在根本无法集中念力。哎，不对啊，那为什么你没事啊？小鸟幻音心思越多，越容易干扰。哦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聪明吗？嘿嘿。蓝湛，没事吧？无事。看到是谁了吗？没有。回应，关闭无视。舍利弗，魏无羡这个混蛋怎么还不回来？幸亏我这把扇子是全天的，要不然……哎呦，过去！哎，教授，你快帮我补这儿，都快被撞成筛子！自己补。怎么补？哎，温姑娘，快帮我在这儿补2针！哎，温姑娘，哎，温姑娘，你别靠那么近，小心他们抓到你。
蓝湛，你这招果然管用。晋升。经能经得过我啊？啊！好险，蓝湛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你可看清是什么人？来人只分了灵石，并未亲自过来。便宜他了。孙明灵石既已归还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我！